来继续来看六都的市长开行政院会，出席率上悬的，就是台中市长罗秀燕。不过这届无去参加，伊甚至是透过市政府甲中央来呛声，希望中央释出善意，莫阁来杯葛台中的灯会甲托育的预算。罗秀燕本人面对媒体询问时快闪，无愿意来回应，敢讲有啥物委屈，袂当讲咧。 台中市长罗秀燕无参加行政院会，理由是一直遭受中央的杯葛，希望中央释出善意。前一天，罗秀燕规工回避媒体，会再公开行程咧，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伊会反应。好，谢谢我们。媒体镜头拢也未定位好势，罗秀燕就紧闪离开，现场所有人拢硬气。比较第一透过市会简讯，是安尼呛声中央，面对镜头，煞安尼闪来闪去，到底有啥物委屈，免个讲。真正委屈的是台中市民，我们所提出来的台湾灯会的申请的补助的预算，然后以及我们希望准公共化托育政策不要一国两制，那这部分呢都得到中央不是很妥善的一个回应哈。当家方知柴米贵。 我上个礼拜就有告诉卢市长说，你为一个市就这么伤脑筋，我还要负担22个县市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，对地方政府绝对袂大细目。罗秀燕要补助，伊是选择无言的抗议，也阁低调回避发言，嘛引起各界议论。